给恁去我多起哇7点半的，我说了英文不好意思。给恁去我多起哇。那也没有哎，我都能听得懂。今天哈吉都给嘎是什么意思？你知道吗？这句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怎么不知道？就以前那个打扑克的时候，经常讲啊，跟你咋服一丝痛苦呢？这个也是那个打扑克里面呐，就和你一起对家，感觉很痛苦嘛，就这个嘛。其实也还好啦。现在温州人其实老马还结果，老马还结果，老马还。不会1、9打5，只顾一顾。这个不是日语吗？这个是我们室友教我们的。你室友有没有教你这句话是骂什么的？我不告诉你。你跟我讲一下。我不告诉你。偷偷的讲一下。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你室友啊？那是什么？只顾。哦，对，我可能我说的比较。你明明说是一哭一哭啊，那不是日语吗？赞赞国，听得懂吗？温州人听得懂。我是江西的那你来温州多久了，8年了吧？温州话会讲吗？不会，听不懂。你来温州多久了？好几年了吧？那你温州话应该听得懂吧？我听不懂哎。洞头的啊，我只会说普通话，那你洞头方言了？也不会说。可以加微信。那么福国的好像没有吧？就是讲那种专业术语吧，像这种药类的有些专业术语就听不懂。这个低南口比都最高。我是听不懂茶山那边的说玉米的话，说国米须啊。我们那边的话是些荨麻蛋。我们那边叫糯米熊。这呀，没有吧？永嘉跟温州市区差不多哎。起娃。一下子让我想，我真想不起来。我基本不怎么说温州话，骂别人，别人听不懂。很搞笑。就别人都听不懂，好像特别有神秘感吧。作弊啊也可以啊。现在上班的同事之间不是很多不是本地的嘛，你想要讲一些私事就可以啊，跟自己朋友讲私事就可以了，比较容易沟通嘛。就听着特别顺溜。温州本地人可能会认可你一点吧。就是有时候别人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可以撩妹。话的话，可能周边人、周围的人就觉得很亲切吧。跟那个比较老的人可能交流会好一点啊。和当地人沟通比较方便，还有掌握了一门非常难的方言。如果懂得了语言嘛，朋友多了嘛，朋友多的话，我们路子就广了嘛，路子广了就好走了嘛，对不对？看你是温州人啊。我当然是啊。我就知道温州人都一般很漂亮的，我看你我就知道你是温州人。就给人感觉那种很溜的感觉，基本上的话走到哪里都行得通这种。问路啊，或者做什么东西都会方便一点吧。然后我们俩是温州人，可能遇到一个不是温州人去买他的东西，我们可以说温州话，他听不懂的，可以还价呀什么之类的。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，客户应该会多一点吧，因为我们这个行业比较特殊。如果温州话会讲的话，可能人缘会比较好一点。别人听不懂啊，讲什么秘密可以不用回避人啊。配卡未来149，你能听得懂是什么话吗？你听不懂？那这听过？听不懂。我不知道。今天哈句都给嘎什么意思？这个我就听不懂了。那你知道多少嘎是什么意思吗？逛街啊，这听过？早饭啊，舞蹈。房子啊，找人。走路啊。今天哈句都给嘎。今天喝酒，明天逛街。低南卡句都给嘎。傻子喝酒乱来，这种土话我有点听不懂了。那你知道才听过是什么意思吗？不知道。那我来说一句温州话，看一下你能不懂。逛街走，哎呀，我自己暴露了。多嘎？应该是不是回家呀？多嘎？你给我指。吃吧。这个是吃饭是吧？对。那你知道配卡乌拉149是什么意思吗？啊？配卡乌拉149。小嘴。这就那成贵。配卡乌拉149。基本。啊！你怎么知道？你是第一个耶！我采访了就是温州本地人或者说周边人啊，但他们都听不懂哎。那我说一句温州话，你给我学一下好不好？可以的。第那哈句都给啊。你比英语还难。
丁拉卡，我们学不来的。那我简单一点，冰淇淋的温州话，本子冷，本子冷。对，你能不能用我们的摄像机说一下本子冷？好尴尬，本子冷。就我们说逛街，多少嘎？多少嘎？对，逛街多少嘎？好，你能不能跟我们摄像机说一下多少嘎？多少嘎？吃早饭怎么说嘛？早饭也不知道哎。菜铁锅。菜铁锅。应该是吃铁锅。吃铁锅。我来说一句温州话，你跟着学，好吗？佩卡乌拉一岁秋。太长了。多少嘎？多少嘎？5多。再5多。5多。5多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房子，然后多少嘎嘛，就是逛街的意思。那你说你是江苏的，那你说一句江苏的话给我们猜一下。温州。温州。就是温州的意思。温州。啊。你是江西的对吧？那你说句江西话让我们猜一下好吗？我要回家了。我要回家了。哦，说成普通话了。爱可贵了。爱可贵了。对，为什么我感觉有点像英语？爱可贵了。那我教你一句温州话，然后你学一下好吧？多少嘎？多少嘎？逛街多少嘎？多少嘎？然后教你去骂人的吧，要不？挨斗，挨斗啊，挨斗，挨斗。这个你不要问我了，我都说不了。不要害羞。学校了。我教你，你学色盒。色盒。女孩子色盒。女孩子色盒。那是一个是漂亮的意思。女买卖色盒。女买卖色盒。对。然后你说句你是江西的。对啊。你说句江西的话，让我们就是观众猜一下。今年大年了。今年大人，悄悄跟我讲哦。金华，好吧，谢谢，因为这个金华就没办法了。你们是哪里人啊？他们，他是瑞雷安。那你来讲一句吧，摄像师。我不会。那我就说啥嘞？我的温州话功底真的很烂哎，你来说一句吧。巴拿